伫咧台北刘公圳边啊，有一间姓赖的家族啊，因4地人拢住伫遮，毋过这因无即个土地所有权，即马摕到土地权的建商向法院申请，就要拆除兄弟。姓赖厝主委托的律师是呼吁政府讲，就要依照两人权公约的规定来行，保护这间厝。其实这个房子是在郡道旁边哦。我从小就是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。那我们其实就是我因为一家4代都在这个地方。提老相片讲起家族世代踮伫遮的记忆，赖炳丁讲的就是刘公圳边啊这间厝。过去因的家族负责养护刘公圳，迄时水利会口头允准因伫遮起厝住落来。毋过最近几冬，政府连续甲这边几落笔土地卖掉。赖炳丁这间厝徛的土地就已经被政府卖予建商，建商即阵告去法院分做2个案。2家最高法院拢判赖炳丁败诉。就是在农历年前，我们等不到司法的正义哦，收到最高法院没有交代清楚的判决书哦，还有黑心建商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屋还地的通知。赖炳丁的律师呼吁政府，就算是行到强制执行拆除这步，政府嘛就要依照2公约的规定来行。所以，我们在此要严正的呼吁执行处，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，在实施强制驱离的时候，必须要正视《两人权公约》对于强制驱离所特别保护的法律程序，包含了磋商，包含了合理通知，最重要的是安置。还有提供法律救济。目前我们现在积极的向大法官申请统一解释，希望能够就有关于时效取得地上权以及居住权，还有2人权公约的保护，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解释。法院缓执行。叶树峰讲，提出释宪是希望未来若再出现相像的情形，法官有精力会使来看，嘛希望释宪的脚步会使较紧的，让赖炳丁的厝脱离拆除的命运。记者郭碧君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